好野球，爱野球，无野球就死不老翻，水不老高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客家电视台及博斯无线台呢所为您在高雄美浓国中棒球场为您所转播的第3届徐生明全国少棒锦标赛的冠军争霸战，由桃园市的中平国小对上高雄市的寿天国小。徐生明总教练的今年比赛冠军赛啦！哇，这场比赛呢是由月光山科技的张吉安总裁，他也是相当赞助哦，徐生明杯少棒锦标赛。哇，来为这场冠军赛呢来开球，来期待年，我是徐展元，而在我身旁我们请到的球评呢也是跟徐总哦非常有渊源的徐总带过的球员拉巴潘中伟教练，潘教练你好。展元哥，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拉巴。好，特别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镜头还在我们这边哈。这个是美浓的特产白玉萝卜，还有这个陈蜜小番茄，陈蜜小番茄，这个很多人都很爱吃的哦。我上一届来转播的时候也有现场吃，也希望大家呢来美浓料哦，来美浓玩就可以吃这个。赞。展元哥，因为我不敢吃番茄，所以那我等一下吃萝卜。对哦，还有腌萝卜，好。好，这场冠军争霸战哦，桃园市的中平国小先发打击顺序有第1棒曾子佑，2棒钟宇华，3棒李树勋，4棒是汪嘉义，5棒李奇轩担任捕手，6棒是胡正杰，7棒李敬维，8棒廖伯谦，9棒是陈志宇。高雄市寿天国小的防守阵势。先发投手胡德义搭配的捕手詹天志，1垒手黄佑伟，2垒手孔浩宇，3垒手陆明贤，游击手江时佑，左外野手陈浩恩，中外野手陈品汉，右外野手是高志成。哦，高雄的寿天国小这一次也是冠军的大热门啊！派出来的先发投手是胡德义，12岁啊，这小学6年级的同学，157公分高。这几天比赛都很紧凑啊，所以今天其实这2支球队这是今天的第2场啊。对，今天4强有先比完胜负之后，那刚刚也打完3、4名，现在是打冠军战。对，高雄美浓哦，高雄美浓这边呢，跟年龄哦很热，很热哦。这场比赛主审裁判呢是韩国籍的崔志焕先生，1垒审是赵国强先生，2垒审刘顺昌先生，3垒审是王坤奇先生。不过这个时候呢，中平国小桃园市中平国小的施祥凯总教练出来这个要对一下号码对吧？对一下人员名单啊哈。号码，对，那这边寿天国小郑英俊总教练也过来哦，说明一下哈，这2个总教练都在旁边哦。对，这边呢，他们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应该确认选手号码或者是出生年月日啊，确定这个可能对一下身份证这样。我中平国小跟寿天国小都是在这比赛当中啊，比赛第1次打进到这个徐生明杯少棒赛的冠军赛哦。那在稍早之前的比赛呢，是由龟山国小12比8击败了仁善国小，拿到了季军。桃园的龟山拿到季军，桃园的仁善国小拿到第4名。所以比赛过程看起来，因为这个赛制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只能投直球，不能投变化球。那当然也可以投所谓的小变球，你只要不旋转你的手背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认定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可能打击这一边分数要尽量多得一点那有机会的话，运用跑垒的速度来制造一些压力所以这种在进垒的一个跑垒还有跑垒观念如果可以运用得当的话，就可以取得大量的分数。是，比赛开始喽，比赛开始了。那展元呢会尽量的用算是我的母语客家话跟大家来做转播。那当然我会再讲一遍国语因为我们这是在客家电视台，我们因为徐总教练也是展元的堂叔远房亲戚，我们都是高雄美浓人。对。
就回到了故乡美浓。好，现在一局的上半，桃园中平国小场上打击的是第一棒曾子佑，同时也是他们的先发投手。对，寿天国小呢，在4强赛是以11-4击败了强敌龟山国小。哇，中外野手真的是 nice play，nice play。哇，这个太精彩的守备美技了，中外野手陈品翰哦，这个难度很高啊，因为对少棒来说，平飞球在正中间刚好已经下坠，所以你看到最后下坠的幅度很快，所以身体的协调性还有手套最后摆的位置真的摆得很好。对，加龟吼接得非常好龟吼，非常好。我们客家话有会说，像我们美浓这边客家话有说龟吼啊那有人会说董吼当好这个是因为南北不太一样，对，有点不太一样，习惯上而已啦。对，我们说龟吼那就有人说董吼董奖非常漂亮大家这个就可以学。我们说龟奖这边我一开始寿天国小中外野手就一个 nice play 所以刚刚这个 nice play 也是可以给其他选手可以学习的地方就轮到的是中平国小第2棒的钟允华，这个投手胡德义就是来自，其实这个附近也不是说附近，还蛮远的拉玛下乡接近屏东了，对，也算很深山的拉玛下乡要过来要1个小时多虽然方向都一样，可是地理位置真的还是有一段距离投手胡德义，他在昨天是8强赛昨天是16强赛跟8强赛都是单败淘汰的那他是在8强赛。8强要赢才有4强嘛，4强赢才有今天这个冠军，才可以进到这个冠军赛嘛。他们昨天呢是对蒋美国小，11-6逆转，对，就是靠这个胡德义后援上来压制住了蒋美国小。澎湖蒋美是拿过世界冠军的学校对，所以有时候投手在这种短期赛发挥的话，其实会给大家一个安定感。这样打击这边打起来会比较顺。哇，这个球后 Q 好球，良好3换满球数，结果打者没有出棒被拉掉。对，胡德义一上来就有不错的控球，而且今天投起来速度很快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可以吊内角、外角，还有吊高球最后这个内角速球让打者钟允华站着看3振。打球轮到的是第3棒的李树勋。桃园中平国小在今天金不宁今天我们客家话叫做金不宁的4强赛在这个早上10点进行的4强赛，他们是12-1提前4局结束呢，击败了桃园的仁善国小所以他们也闯进到了冠军赛。哇！但是他们前一场打这么多分真的小朋友棒球就很难讲很难讲，更难讲有时候整个气势一上来打不完所以有时候少棒比的就是看谁的失误比较少。那当然有投手有发挥，手背也有发挥的话，要赢球的机会很高那另外就是其实能打到这种冠军赛。其实选手的拼战能力真的很好。到现在投手投到3坏球1好球喽。3个坏球，1个好球。而且选手其实在场中都会习惯性的，如果一个球投出去之后，可能看一下教练有没有什么指示。那打击这边可能就是打完之后马上看有没有什么暗号。3垒手正面接到球之后传往1垒，哇 ，nice play。对，3垒手陆明贤刺杀了打击的李树勋。1局上半，中平国小并没有得分，休息一下来看1局下半，高雄市寿天国小的进攻。
第3届徐胜明杯少棒锦标赛冠军争霸战，这场比赛由桃园的中平国小对上高雄市寿天国小，进入到的是1局的下半，高雄市寿天国小的进攻了。寿天国小的先发打击顺序，第1棒是胡德义，2棒孔浩宇，3棒江时佑，4棒是詹天志，5棒高志成，6棒黄佑伟，7棒陈品汉，8棒陈浩恩，9棒是陆明贤。桃园市中平国小的防守阵势，先发投手曾子佑搭配捕手李奇轩，1垒手汪嘉义，2垒手廖伯谦，3垒手胡正杰，游击手陈志宇，左外野手是李敬维，中外野手钟允华，右外野手李树勋。桃园市中平国小的先发投手也是天字第1号哦，穿1号背号球衣的都很厉害。然后曾子佑155公分高，12岁，也是6年级的同学了。球队1号啊，可能就是学长毕业下来就是传给最强的那个学弟了啊。而且2队呢的第1棒都是先发投手，都是1号。对，哇，这个现在打击区上的寿天国小的替补第1棒。有胡德义，你看他也是先发投手，也是第1棒，又是1号背号。第1名哦，今天要来争夺就是第1名，第1名。两边先发投手一上来，真的速度都很快，哇，真的是王牌投手的一个水准啊。快夹哦，客家话说很快啊，快夹，很快。3垒方向弹跳球，3垒手接到之后传往1垒，刺杀了胡德义，形成了1出局。哇，这冠军赛就好看了后，刺激呢。而且1局要开始，就整个比赛强度其实拉得很高啊。刚第1局上半啊，靠着精湛的手背啊 ，nice play。陈品汉一个中外野的一个平飞球，接得很好。另外就是陆明贤哦，在3垒这边哦，一个很难接的球啊，把它处理得很好。打击轮到的是第2棒的孔浩宇。家长呢，对，其实少棒的家长的支持是最重要的了。哇，打穿了2垒防线，形成了安打。安打出现了。而且随着比赛，家长跟球员一样四处征战，而且场边也当啦啦队。这一球打得很强劲哦。对啊。所以你看，2垒手其实移动的脚步不到2步哦，球就已经穿越出去了。那个球啊，打够强哦，我们打得很强哦，够强。轮到的是第3棒了。对，牵制哦，因为少棒的这个捕手要抓盗垒比较没那么容易哦。所以有时候靠投手多帮忙。我相间季军战就出现蛮多次的牵制成功，还有盗垒，对，都有哦，2次牵制。因为小捕手啦，小朋友，你要让他传那么远的距离，要传的有力道、有准度哦，不按简单呢，没有那么简单。有时候你吊球接到要传2垒，也难度也高哦。对，也不一定抓得到那种哦。对，投手就要天数啊，我们说帮忙天数趁手，这个还客家话还蛮有，还蛮有学问的哦。天数啊，天数，然后帮忙这个捕手看管1垒的跑者。这个总教练，寿天国小郑英俊总教练。小朋友有时候比较担心是暗号比太快。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少棒学习的时候，教练做完暗号要记起来，花蛮长的时间。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我现在要短打，不然小朋友你做给我看什么是短打，这样子由小朋友自己做，记起来会记得更快。讲记唔得啊，怕记不住啊，真的记唔得哦。这个球打成了高飞球，左外野手过来，哇，把这个飞球给接杀。1垒跑者停在1垒啊，没有动，2出局了。寿天国小进入上场第4棒
这一次在徐生明少棒赛有32队参加，哇，那还分了8组，每一组4队哦，在预赛又打单循环，就是来就可以至少打3场。对不对？你预赛至少可以打3场，不会说哦来都是单败淘汰，这打1场就回去，小朋友也觉得很无聊哦。对啊，那都可以至少打3场哦的比赛。然后这一次呢，其实在高雄地区喽，还总共是这个天数有缩短啊，总共是11月28号开始，到今天最后一天有4天。那整个场地的部分呢，也是哇，很多的地方都来支援哦，这个场地。一起来进行比赛，分了好几个场地一起比赛哈，有6个球场哦，就除了这个主球场美浓国中棒球场，还有普门中学球场，还有树德科大的球场哦，清风球场就男子高中，冈山球场2个球场一起。哇，这个球3垒手接的有水准，但是传过来，哇，还是来得及，一个弹跳1垒手接到，刺杀了打击的寿天国小第4棒詹天志，一局下半寿天国小有1支安打，但是并没有得分，一局打完双方0比0平手。各位观众，您现在所收看的是第3届 T3龟启神敏休崩赛徐生明杯少棒赛，哇，冠军争霸战啊！哇，这场冠军争霸战呢，真的水准非常高哦。桃园市中平国小与高雄市寿天国小的对决，来到了是2局上半了。中平国小进攻，双方目前是0比0。哇，其实，在这一次的比赛一样呢，是秉持着希望能够发扬徐总的故乡美浓文化的精神哈。那我现在看到很多的人，对，很多小朋友都一起来，而且除了棒球比赛之外啊，特别办了很多有文化意义的活动。对，而且对小朋友来说，很多活动，印象很深刻，像踩街啊，还有英文的一个自我介绍的比赛嘿呀这一次呢还有第3届的比赛了嘛，第1次办选手之夜有增加了英语说唱，还有棒球教室还包括了今年中华职棒的新人王许基宏还有来指导，当然还有这个我们许总的算是好朋友和徒弟了，刘志生教练陈维志教练都要来指导这些小朋友。这个球3垒手挡下来。直接没有垫步。哇，3垒手陆明贤今天2次演出这个5传3对，而且连续2颗上个半局的最后一个出局数，跟这个半局的第1个出局数都靠着他的 nice play 把它解决了。对，刺杀了中平国小的第4棒，刚刚打击的汪嘉义。哇，那这个刚刚讲到那个许基宏就是寿天国小毕业的。对，许基宏，高雄市寿天国小这边也很多的职棒球员，就是出生于少棒都打寿天国小，然后还包括王维忠，林化庆，林化庆，这一次3垒手无法接了，因为李奇轩打了1支平飞安打，越过了3垒手的头顶呢，是1支2垒安打。nice。长打出现了双方投手第1局都可以制造蛮多的滚地球刚刚这个李奇轩球路有些偏高了所以一棒拉回来，这个长打现在是有不错的得分机会啊。对啊，
而且他这个球真的拉打的挥棒速度很快，快哦，因为今天两边投手状况都很好，速度哦，刚测都有超过100公里哦，这真的很快。而且少棒投手跟本垒的距离又比较近的，就跟成棒比较近，所以打者感受的就完全不一样了。阿是有练过，这边有练过，刚刚是二垒手进去，结果二垒手退开的时候，其实游击手就在你旁边。对，这是一个算欺敌的战术啊。哇，他们这个内野手背也是有练的哦。Q 归狗，莫法图没有办法接了。因为后面捕手这边啊，旁边的护栏都比较短一点，所以如果球掉到后面的话，可能跑者要再进垒，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我现在2局双班，中平国小有机会了哦。得点圈有跑者，打击的是第6棒的胡正杰，球数1个好球，没有坏球。所以这样的杯赛，其实结合地方啊，包括学校、政府，都很全力的支持啊。所以1年办的比1年好，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今年32队啊。对啊，而且还有韩国有派球队来，还是国家队啊。因为徐生明总教练他是台湾第一个去韩国就是棒球员，然后去韩国拿到硕士学位，然后也是在韩国打业余棒球的。这一球中外野方向平飞落地的安打，但是2垒的跑者呢是先观望一下他才往前跑，所以是停在3垒。我做得很好啦，因为要观望的重点就是打出来平飞球。还没有越过内野之前，其实他就是在这边等。如果接到的话，是要来得及回来。所以一落地之后，其实到3垒这边就停住了。打击要轮到的是第7棒的李敬伟。我出生于高雄市松天国小的球员，还有蓝英伦。蓝英伦就是那个很典型哦，他是寿天国小，然后又是桥头国中高院，哇，等于有点这是一脉相传上去。对，一路这种高雄这个养成系统上来的啦。对所以环境的塑造对球员来说，整个球风也好，或者是打球在场上的智慧，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现在寿天国小这边要特别的感谢他们的梁文堂校长啊，哇，这个很支持棒球发展的所以让寿天国小呢在这几年的成绩都非常的不错。那家长也愿意让小朋友去寿天国小这个就读。家长的支持很重要。对啊，有时候舟车劳顿对小朋友来说有时候真的蛮累的。那家长的支持也会让小朋友觉得说，在这边练球会比较安心一点。对。梁文堂校长，我现在呢是桃园市中平国小有得分机会了，一出局1、3垒有跑者，有可能会有双盗垒的战术，所以投捕手这边都会特别注意啊。一好一坏，一好2坏啊，更有可能会跑会走1垒的跑者要跑喽。可是今天2队的守备都蛮扎实的。看起来有一些高难度的球，其实守备方这边处理能力都蛮高的。那投手也会特别注意1垒跑者，有可能也会做一下牵制哈。没有走，打成了界外，2好2坏。因为现在少棒也不能做那个了吧，假牵制1、3垒的那种了，对不对？因为主要有欺骗的动作了。就是说，因为以前说会浪费时间，没有，就是nice catch， 捕手挡得很好，对，詹天志，懂的归后啊，就是挡得很好啊，因为3垒上有你有人，有你，在3垒我现在变2好3坏满球数了。要不要跑嘞？没有跑，哇！结果斯外球跑松，而且是一个爆头，3垒的也不太敢跑，因为刚刚讲过后面比较短呐。不过3垒那边教练施祥凯总教练就想，要看一下，对，要看一下。因为这个他弹的位置跟3垒跑动的距离啊，他看起来因为是同一线，他看不出他的距离感啊。对。
他如果是反方向，他大概知道距离多远，他应该很好判断。所以，球评那把潘宗伟教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二垒跑者，就看得比较清楚哦，那个球。因为刚刚漏掉也是往一垒这边啊，对，所以他眼睛不太清楚知道距离大概多远，或者是滚动的速度。因为现在这个冠军战就是比较紧张一点，会比较谨慎一点的哈。现在，所以刚刚也不计爆头了啦，因为就是个4坏球保送。对。但如果是真的弹很远的话，其实是可以跑的哦。那现在是一出局满垒，轮到的是中平国小，桃园市中平国小第8棒的廖博谦。漂亮！97公里时速了，然后快速球。而且现在满垒哦，而且一人出局，投手还是很敢投，塞内角。教练也说到他的内外角投的够精准才可以互相来搭配内野高飞必死球了，哇！就在2垒垒包附近被2垒手给接杀。裁判已经判定是内野高飞必死球，打者自动爆炸出局。2出局了，这个球意思就是说，就算没有接到了漏接，打者也是出局了。原本就是要防止这种故意让他落地形成他抓双杀，才有这个规则嘛。对。所以裁判的认定就是看这一球，野手是绝对有机会接到，就直接判定出局了。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才有阿给规定才有这个规定。当然，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漏掉的话，打者还是出局了。但是垒上的跑者是可以跑的可以跑，可以跑。他还是比赛继续进行中跑者还是可以跑。就看你最后，你如果是接到，你也可以跑，只是你要踩垒包再跑。对。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会离垒，如果漏掉的话，弹得很远，你还是可以回本垒得分呐。现在2出局，还是满垒，轮到第9棒的陈志宇。刚刚的危机胡德义处理得很好。因为他最有自信的内角速球频频挤压打者，所以打出来是这个内的无效的飞球。就等于3振 Q 庸一样。我的这个球，哇，形成了一支安打，2个回来，传垒那边 safe， 哇，反而第9棒，中平国小第9棒，个头很小只的 Saming 陈志宇第9棒敲出了一支落点非常巧妙哇，打得强不如打得好，打得巧，秒完也是安呐。他只有142公分高，对，哇，他打击的时候蹲得很低啊。这个球落点真的相当漂亮，所以2出局的情况下打到就往前冲了。对，2出局之后打出安打，打回的打点最珍贵的喽，哇，也最甜蜜啊。对啊。而且是第9棒看起来哇，刚刚已经第2个出局数出现，分数还没进来啊。对，那个中平国小可能会觉得，哎呀，气势上又落一截因为整个危机因为第二个出局数出现的时候，整个影响是蛮大的。然后分数又没有进来，你说高飞牺牲打什么？至少得1分，2出局。结果第9棒反而让大家惊喜，那这第1棒又补这一刀是弹到了障碍物了吗？卡住了吗？卡住了，所以右外野第一时间呢，就只是裁判过来看了，这个没办法处理卡在那个全垒打墙下方。这个裁判先生也跑过去。好，场地规则的2垒安打了场地规则2垒安打，所以只有1分回来而已。对，因为原本1垒的推进2个垒包只能停在3垒。那第1棒的曾子佑，我们说天字第1号，第1棒又是主战投手，还是一支场地规则的2垒安打。8号钟宇华。如果没有卡住的话，可能是2分。对，这个一卡住就先救1分。不过现在是2出局2、3垒还是有跑者，轮到第2棒的钟允华。手背也蛮有经验，第一时间就只是裁判请过来看一下。以前我们有时候这种稍微卡住或者是这种墙角下，我们还会用手去把它拿出来，去给它抠一抠这样。这反而你这边就浪费了时间，然后你也真的需要经验啊。你也碰到那颗球了就是这个裁判变比赛进行中了。你事后碰到球，你要再来讲，其实已经没有立场了。
所以寿天国小的外野手是中外野手嘛，吼，很有经验这样子。还是右外野手哦，但是你也不能过去就硬把他脚踢进去这样子，中不得，好，中不得就是做不得，就是中不得就不可以哦，中不得。那特别是徐总要流传下来精神呐、我们这个比赛的态度，然后对比赛态度，然后比赛就是大家公平竞争哦。那另外要记住哦，在这么强烈的奋战之下，要快乐打球啊、要这跟对手是互相交流啊，而且是这种带有文化性跟教育的一个比赛。游击手接到这个球，传往一垒，刺杀了打击的钟允华。不过在2局上半，中平国小哦后半班的棒次有所建功哦，这个半局攻下了3分，目前3比0领先。哇，从这个空拍镜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美浓国中棒球场，这是现场的画面哦，吼。国视无线台以及客家电视台 live 直播。这场冠军争霸战进入到了12局的下半，高雄市寿天国小要挂起反攻的牌子了。桃园市的中平国小目前是3比0的领先。中平国小在防守方呢，1-3垒手做了对调。第5棒11号高志成。这一局2局下半，寿天国小是从第5棒高志成开始打，打踢给打第1颗球，2垒方向的弹跳球遭到刺杀，形成1出局。这个半局呢，中平国小3垒手胡振杰去守1垒，原本的先发1垒手汪嘉义来守3垒。这个不知道什么用意哦，他们多熟悉位置吗？还是第1局守完都是5传3？那个对，怎么说那个3垒手表现不错哈？什么？我觉得第1局有2个5传3啊，有3垒手传1垒。对，因为今天在季军战也看到非常多，有些守备位置，一场比赛换了4个，也过来内野、捕手、投手、外野都可以守啊。对啊。打击轮到的是第6棒的黄佑伟。我在国小一般会有比较频繁调度，有可能是当这个半局对方的左打比较多的时候，或者是右打比较多的时候，把守备好的调过了，大概会是这样的想法啦。哦，有道理哦，有道理哦。那另外像如果是像季军战这一种，当然对教练来说训练的意义比较大的时候，可能就是轮替哦，这种概念才会有出来。2好1坏，这个球打到了是在左外野，哇，好稳哦。左外野手李敬伟又把这个飞球接杀，今天他接到2颗球了，对，2局各接1颗。外野球路的判断非常准啊。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技术上可以再精湛一点的话，就是往后退的话，不要直直的退。直直的退比较容易会有地震的状况出现。稍微侧边啊，可是这个在正中间可能难度比较高一点，这之后会有一些进阶的训练。
地震是什么意思？因为直直往后退，你眼睛的晃动很大，对，因为你要刹车又要判断会地震。哦，所以不是真的地震啊，哈，是感觉上像是地震。哇，陈敏汉也被刺杀了。2局下半，寿天国小是3上3下没有得分，2局打完0比3，3分落后。哦，比赛来到第3局，第3局比赛来到第3局了。桃园市中平国小的进攻，中平国小3比0领先。这是冠军争霸战啊！李树勋打第一颗球，3垒上空的小飞球遭到了接杀，形成了一出局。所以寿天国小的先发投手胡德义还是有他的威力在。有。我主要刚上个半局是中平国小这边后段棒次真的打得很好，尤其第9棒。对，那一支安打是在满垒2出局的时候打出来的，真的很珍贵啊。所以真的眼看，又轮到第9棒，可能就这个机会不大了，可能教练当然是还是抱持希望的哦。只是一般我们看啊，可能你那个第2个出局数没有换回1分，哇，结果反而是第9棒的陈志宇建功，哇，这个球打到了是左外野落地的安打，第4棒的汪嘉义敲出安打，这场比赛中平国小的第5支的安打了。我第2局哦。有4支安打出现之后，其实这个半局第3局看起来，在中平国小的攻击哦，感觉顺畅感有出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前2颗球，如果比较好的进垒啊，他们都很积极的在出棒。轮到的是李奇轩，上一次打击是左外野方向的2垒安打哦。那这一次的前面有跟大家介绍徐生明杯，棒球赛真的不光只是比赛而已哦，真的很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够，让很多的小朋友都能够感受到、实际接触到这个客家文化，像他们这个办彩街啊，客家彩街活动。哇，还有现场作文比赛哦。那客家彩街活动呢？哇，这个在美浓呢算是大事情哦。对，好几上天有上千人一起来哦。对，而且很多店家这边当地的民众都会一起参与，等于同乐啊。对。Q 哈累撩啊就一起来玩哦。Q 哈我们说客家话 Q 哈一起。彩街活动，也主要也有很多职棒选手一起来跟这些球员上课啊，或者是参加活动啊。这个球打成了一个小飞球。2垒手接上。不过这边1垒的跑者是赶快回去了哦，这很正确。一开始是提前起跑，还好他在起跑的时候他。观念非常正确，他有先看跑者这边打出来的球，一打高了，他马上停止，而且判断有可能被接杀回来了。来惨，我们说来得及，客家话是来惨，那来不及就是来木惨，来惨，来惨归去回去。不过我刚哇，这个长球啦，1垒的跑者
这上当了，以为球传回去给投手了，结果他离开垒包，一垒手黄佑伟说球还在我手套里面，就被触杀了。虽然有一支安打，但是是一个变相的3上3下，中平国小没有得分，还是维持3比0领先。欢迎再回到高雄美浓国中棒球场啊！这场徐春明杯少棒赛的冠军争霸战，中平国小前一个半局，一垒的跑者，这个就太大意了哦。这是经验呐，经验哦。因为一垒这边的一垒指导区哦，他也是一个学生，他不是教练，所以刚刚那个长球哦，所以动作做得很到位啊。都着了道了哦，不过这也是大会规定的，就是所谓的跑垒指导员。哇，这边马上气势是不一样了哦。秀天国小这个半局3局下半，首名打者第8棒的陈浩恩敲出了左外野方向的安打。哇，陈浩恩非常的开心呢。打第一球啊。打击轮到第9棒的陆明贤，小朋友在出棒啊，其实都看得出来，出棒很有自信。陆明贤啊，个头非常娇小哦，137公分高。我今天手背守了2颗难度蛮高的 nice play。对他守3垒呢，哦。还有1颗没有垫步哦，这个接到马上传，对，虽然抛物线比较高一点，可是传得很准啊。加油，你可以跟你学长徐基宏一样哦。哎呀，这个头点点成界外了。因为落后3分，不太可能做我们说的牺牲触及了哦，孤立半斗也是想要用 safety 半斗。对，自己也要安全上来。而且随着比赛的一个局数越来越少，很多战术都要很扎实啊。对，执行的成功率要高啊。对，现在虽然说3局下半，但是大家哦会注意哦，要注意哦，是少棒只打6局。对，所以这个已经在比赛开始要中段，要进入到后段了啦。可以啊。所以少棒的比赛节奏很快啊。所以场面啊，随时都很刺激哈。3垒方向，哇！3垒手迎上前来接球啊，形成了一个爆传呐，已形成爆传呐。哇！原本1垒的跑者上到了3垒，打击的陆明贤上到2垒，这个失误，3垒手，中平国小刚刚互换1、3垒手有没有？对，就原来的1垒手汪嘉义来守3垒，结果这边形成接得很好啊，接得真的很好。哇，这个球一出手就知道1垒手要往后面去找球啦。现在秀天国小机会来喽，击飞垒哦，机会来喽，胡德义第1棒哦。而且现在没有人出局哦，教练也稍微指导他，身体不要往后倾斜啊，就是顺的把球带出去了。少棒比赛就是场边啊，这个加油的声音很大，
学生们呢都是这个精神饱满，在帮球队加油喊声呢。这个球游击手接到，传一垒。三垒跑者想说没有太大的把握，不好吗？对，因为没有人出局啊，所以一开始可能教练在指示这边呢，可能球没有穿出内野的时候，他就是比较保守一点。而且是落后3分了哈，如果落后1分，搞不好会拼拼看啊。但是现在是落后3分，就对，再 hold 一下哈，再 hold 一下，因为现在刺杀了才1出局嘛。对，而且每个打席打完了，教练都会指导他哦。刚刚这一球，像刚刚这个打成内野滚地球，教练就指示他说，要想办法带到外野哦，这个手要往上拉哦。第一个球耶，要传哪里？一垒 safe， 三垒回来得分，二垒跑得上三垒。哇，这个弹跳球使得游击手陈志宇就是前一个半局和2出局打出安打那个对，这个制胜工程，刚刚这个一下子，结果一垒那边也没有抓到，进分了。对对，回了你魂进分了，1比3。高弹跳，可是三垒的跑者稍微影响到游击手的判断，所以他看了一下跑者，再传一垒就来不及啊。可是刚刚有一个机会啊，因为三垒跑者稍微停在中间，如果直接冲进来做夹杀啊，有可能这一分呢是可以守住的。他可能就想说，可能一下没有太大把握，还是想要稳稳抓一垒，就一垒没有抓到，一垒跑者快腿，现在要到垒，上到二垒，三垒的跑者要溜回来，游击手没有往本垒送一个双盗垒成功。这边偷到了1分哦，这个战术成功了，用双盗垒，一个出局数都没有花掉，进来了第2分，2比3了。二垒那个出局了，结果游击手就没有往本垒传了，二垒那个是盗垒失败啊，但是也引诱了捕手这个传球啊，算双盗也算成功了，因为原本双盗就是要三垒这个回来得分啊。哇，这个用速度拼回来也就是等于也是有花一个出局数，然后也有得到1分。但是捕手的主杀是非常棒，所以第一时间穿到二垒是有抓到1个出局数，所以现在垒上都没人了。对，2出局了。结果又有人了，第3棒的江时佑，右外野方向啊 ，U Pen 呢右边的 U Pen 呢安打，右边方向的安打，江时佑也是来自于拉玛夏乡的原住民的好手，真的会打。来自拉玛夏乡这些选手都是教练郑英杰的，他们认为这些选手在不管是天生条件、速度、power。都展现得很好但打击啊，尤其棒球这边都很有天分的。这个其实也是郑英俊总教练真的是上山去跟家长玩嘛，就对哇，才可以这个说服家长让这个小朋友来打棒球。现在真的少子化了，很多的球队少棒啊，教练说他们现在。缺钱不是最大的，是缺人呐。缺人真的，小朋友可能只生1个就不太这个舍得对，让他们离乡背井。对啊，然后去练棒球好像很辛苦。界外，这球界外车部边车出界外，所以都要去跟这个家长们特别是郑玉勋教练讲了一个哇，听起来也是蛮那个，他说。特别是在88风灾之后，所以一些原住民部落的家长反而越来越舍不得让小朋友就是从小就离开自己身边，很珍惜跟家人一起相处的时间呐。对啊，在88风灾之后，很多像南部地区的都是住在这个组合屋里面就是小孩跟父母亲都住在那边。所以现在小朋友如果要住在外地，而且
自己住在外面，像打理自己所有的生活一切真的是蛮辛苦的。对，有些时候衣服自己洗啊，早上起来自己折棉被。对。那有些还要自己煮早餐呢。对。所以像这些从小在团体生活，其实可以学到的也很多啦。可以啊。有些时候国小毕业都会让家长觉得，哎呦，小朋友长大很多成熟很多。回来可能衣服都不用帮他洗。对乖散忙客家话就说很勤劳啦，会懂事啊，很懂事啊。加入棒球队也有这个好处的。对。有一天在梦想上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时候就是发扬光大了。对，真的就是因为很多的小朋友都是希望就是靠着，其实打棒球是也可以让家人过得更好。对。的生活，改善生活啊。对，所以其实很多棒球队的小朋友都很孝顺。像这一次从美国职棒转战西武士队李正昌很大的原因就是为了家人可以离家近一点。对。也希望自己有好的表现，自己的妈妈以后也可以到现场来帮他加油。李正昌是澎湖小孩。对。这个启蒙教练林沈也就说他真的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啊。哇，然后澎湖蒋美国小这一次的在徐生命杯的双棒赛里面也打进到了8强，但他们就是输给了寿天国小8强赛输给了寿天。哇，这个球打得鬼眼一路滚到了全垒打墙角下面2出局连1垒的跑者都回来得分3垒那一边滑过头了追杀哎呀，我们说棒球比赛第3个出局数，一个半局第3个出局数出现在3垒，是相当的可惜的。不过詹天志这一支2垒安打还是有着1分的打点。3局下半，寿天国小将分数追平了，双方3-3战成平手。安尼坤哥去这样看过去，各位讲这就是我们故乡米弄，也是徐生明总教练的故乡米弄这个空拍机的这是现场 live 直播的画面。现在冠军战来到了4局上半的双方3-3平手，重新再来过。这是徐总教练，我要叫婶婶唐婶婶徐总教练的太太谢荣瑶师母在这个徐总教练这个3届办到第3年了，从2013年然后去年2014，今年2015年所以徐总是2013年8月24号过世的。当年的冬天就办了第1届的徐生明少棒赛。对。那这样1年半下来，特别是徐总是台湾第1个去韩国拿到硕士学位的棒球员，然后在韩国有打过业余化妆品队所以他对韩国那边也很多的友人所以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韩国队也首次派队来参加。这边中平国小这个半局第6棒首名打者第6棒的胡正杰敲出安打。
那这次呢，韩国队本来师母说只是说希望他们派一支社区为主或者是学校为单位的来就好，就他们派了一个东首尔地区的，那支队伍呢也代表韩国去打了，好像是 LLB 的比赛啊，然后有对到我们中华队过，结果我们是逆转获胜哦 ，LLB 亚太区资格赛对上北市东园国小组成的这个台湾代表队，结果我们在冠军赛3-2逆转，才取得这个打败了这个东首尔队伍，才取得了去美国参加世界赛的资格，结果他们就派那个国家队来，实力非常坚强啊。那其实他们那一队呢，也是就是跟美浓国小也分在同一个分组然后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学制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来的那一队呢，其实年纪都比较超过就大概超过1岁啊，对我们国1的年纪所以画面上就看到了人高马大的这个韩国他们后来是说他们不能就是打16强赛。好，来看这个球，哇 ，nice， 投手啊胡德义直接把这个平飞球接杀，一垒的跑者嘛鬼唔起嘞，回不去了。对，这个双杀手背啊 ，double play。这个距离他是平飞球直接接杀。这个反应非常快啊。而且接到之后马上传向一垒啊。这个真是完全没有机会啊。PV，鬼耶。对，客家话我们就是美浓这边会说鬼希鬼垒回来那有一些人会说转希转回都是同样的意思啦。鬼希嘞刚刚韩国队他们就是来啊，结果他们就是年纪比较大啊，然后又人高马大，他们第一场12-0就打败那个嘉义核心国小第二场11-1打败台南的协进国小。中外野手没有接到，一路的向后去追那个球。现在打击的廖伯谦抵达了2垒，虽然刚刚被双杀了但现在2出局之后又抵达了得点圈，攻占2垒垒包。刚刚那个双杀真的很重要啊。高抬腿这个挥棒很有架势啊。对。打归后差一点点，对，中外野手差一点点。然后美浓国小嘛就第3场说，那你们这边有这个年纪等于是有些超龄后来呢，美浓国小也去征召了美浓国中的，对，美浓国小去年总算又再出了中华队的国手杨军啊等等，这个相信徐总也会非常开心在田之里也很开心出了美浓地区再度出了少棒国手，对，然后那一场美浓等于国小国中联军就11-1赢韩国了赢韩国首尔代表队东首尔代表队。后来这个就规定说他们不能打16强的比赛啦，否则也不太公平。因为有些规章也是把它定下来，就是照这个规章走啊。后来就是说，那韩国其实这个来的这支队伍呢，其实跟徐总跟师母的关系也很好所以他们就说，那等于就这场冠军赛结束呢，他们会打一场友谊赛。对。就是跟冠军队还有亚军队然后季军还有第4名的队伍就是对联军会打一场友谊赛不然冠军队要他们再遇韩国又太累了对，就是彼此切磋交流。你看韩国人是交流，韩国人一场友谊赛，他们现在在准备了呢。看起来是很矜持啊。对啊，韩国的小朋友也是非常的这个对这个比赛呢很在意当然就是在出国比赛嘛，除了交流之外，当然也希望能够赢球。而且师母说这个比赛他都这样说3岁了。所以他投入这个比赛事物也从无到有，现在学习很多所以随着这种比赛的过程里面，有一些像韩国队这个状况，他也投下去处理了，所以他尽量就是满足各方的一个要求。对，这真的很难啊。对啊。那而且人家来了，就是你不能说，那你就后面你就完全不能打也不能这样子就是要互相协调啦也可以让他们有比赛到
边外侧的坏球，良好3坏的满球数喽。这是4局上半，桃园市中平国小的进攻，双方3比3平手，2出局2垒有跑者，打击的又是第9棒的陈志宇。上一次他就是关键啊。对啊，个头非常小。2垒手正面接到球之后传往1垒，刺杀出局。4局上半，中平国小有2专打，但是并没有得分，双方还是3比3战成平手。中平国小。第3届徐生明少棒锦标赛在今天呢，2015年12月1号下午，在美的非常浓的米弄美浓来进行，这是冠军争霸战呢。这次的比赛呢，总共有4天总共32队啊，大家齐聚在美浓，也感受到美浓乡亲的热情对，其实客家人也蛮好客的。而且这次比赛啊，在这样的徐总的一个主要比赛的意义之下，其实还有一队蛮特别的，高雄市的荣华国小。荣华国小，他们是社区型的棒球队是可以打入12强，甚至到8强真的很不简单啊。对，所以在家长还有学校非常支持的一个努力之下，其实他们8强隔天还要考试，所以教练也是跟他们说，除了他们现在的身份就是球员之外，也是学生，所以2个部分都要把它做好。是，高雄荣华国小是到了8强赛4比7输给了仁善国小才止步的所以这样的比赛其实对球员的意义很大，而且成长也很多。那这次比赛呢，特别徐生明棒球发展协会古理事长这边还跟立新医院合作我觉得这个也有格外有意义啦立新医院呢，当然跟拉米戈桃园队那边也有密切的合作嘛就是在运动伤害防护这一个环节，有除了现场防护人员呢来照顾小朋友之外，他们还把超音波机器都带到现场来。对，他们还已经有约定就是说在不光只是这4天在美浓所以未来每个月都会到偏乡地区的少棒队去，对于小朋友的这个运动防护这个观念的教导，然后也帮他们做一下检查之外，那观念的传达，还有对教练观念的传达。观念传达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选手在小时候如果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会影响到他以后的整个棒球的生涯差很多很简单，投手如果有不舒服，他该怎么解读？该休息呢，还是该继续投呢？投到不痛为止，还是说现在该找谁检查？这个步骤都很重要。每一步如果是正确的话，就是有一个很好的防护观念，这样子你的手背就可以在健康的一个情况之下慢慢成长。现在4局下半了，寿天国小的这个半局首名打者高志成是获得4坏球保送现在打击轮到的是第6棒的洪佑伟，中平国小的先发投手曾子佑。刚刚教练已经有喊了一下暂停了因为现在是平手已经来到4局下半了，少棒只打6局。今天两边强度都很强，而且很多危急的时刻，像刚刚上个半局4局上半有一个漂亮的 nice play，是双杀守备所以后面被打出长打也没有失分
这一垒的跑者也是速度不错哦。因为校棒最怕就是盗垒，哎呦，来个短棒，但是裁判判好球。这样的意思是说，好球的话就想办法点啊。哦，郑英俊教练哦。教练有时候也是因为没办法，他自己没办法拿球棒打啦，也会希望选手可以积极一点哦。右外野方向的高飞球，被右外野手给接杀，一垒跑者没有办法向前推进。有时候都会觉得教练比较激动，可能是有一些策略，因为他比较激动的话，选手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紧张。哦，是吗？可是这也是一些教练的风格啊。对啦，因为带兵带久，有时候场上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动作。所以说教练呢，够紧的，很急呀。可是主要他们其实都非常。教练都非常辛苦，除了照顾球员的生活起居之外，从早到晚有时候都跟在他们旁边。对，特别带基层棒球的教练了，很辛苦。像寿天国小，他们是小朋友都住学校都住宿。而一垒跑者真的走了，丢垒，偷垒成功，盗垒成功了。果然还是跑了。对。跑垒员的速度真的很快。高志成一开始选到保送，运用速度上去得点圈，这个半局还没有安打。哎呦，高志成是脚 OK 吗？因为教练对可能有破皮啦。因为之前讲过，少棒这边滑垒技巧可能还没有那么纯熟。滑下去之后，可能膝盖啊，或者是屁股这边破皮啊，可能要缓和一下。所以还痛一下以前真的当球员一滑下去就知道我的屁股，或者是发现我的膝盖，因为那个痛觉大概知道皮大概伤口多大。会痛很痛投手呢triển开投球动作了，哇，这个现在很紧绷啊。二垒有跑者，现在已经4局下半。投手现在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好球，这个球还是可以放了，因为才那个没有好球，幕后 Q 没有好球，2坏球，现在变成2坏球1好球，1好2坏。1好3坏了。因为寿天国小在这一次的徐生明少棒赛呢，这个预赛它是15比0击败新竹关西国小，3比0击败了屏东复兴国小，3比016比0大胜台北市东元国小。对，哇，这个球打得有远不过中外野手把这个飞球给接杀了。哇，中外野手钟允华，身高腿长，1好3坏的出棒。哇，可以压住对方0分这手背一定非常扎实。打击轮到的是第8棒的陈浩恩，上一次打击是打第一颗球，打出了安打。到了16强赛。寿天国小是16比0打败了崇学国小，哇，也是名校。然后11比6逆转打败了澎湖江美国小。然后今天的4强赛11比4这个赢了龟山国小。龟山国小是上一届的冠军这一届是第3名。这一棒子外野方向，这是一支全垒打。陈浩恩，全垒打，哇，2分打点的全垒打，
各位听哦，很开心哦，很高兴哦。2出局之后打出安打，打回了打点最珍贵的，而且他还是1棒2分全垒打。对哦，超前分啊，这一棒打得真精彩。而且有常看少棒的比赛的话，这个陈浩恩已经是第3个陈浩恩了。原本12U有大陈浩恩、小陈浩恩，这是第3号的陈浩恩啊。陈浩恩哦，哇，1棒轰出去了，2分炮。哇，今天100%这支全垒打真的很关键啊。又是在平球，又已经2出局了。对哦，而且场面这么紧张啊，这是大场面的情况之下，还可以发挥的这么好。哇，这个小朋友有大将之风嘞哦，人家跑过2垒之后，我就说会听我们这个客家话说会听哦，就很开心呐、啊，哇，整个高举双手，有没有？很享受这个感觉啦。棒啊，把这个硕天国小这边的休息室气氛全部打开了。而且原本是前面2局打完，他们还0-3落后呢。落后。就现在反倒是5-3的超前。好，轮到的是第9棒的陆明贤。而且整个气势的反转，我觉得第3局那个长球那个触杀之后，3局4局都让对方没有办法得分啊，很关键。这个球要处理快哦，熬斗哦，还是刺杀了打击的陆明贤。不过在4局下半，寿天国小靠着陈浩恩的2分全垒打，现在4局打完，反倒是以5-3 2分领先。哇，这场冠军赛呢，来到5局上半了。中平国小呢，在5局上半呢，也要挂起反攻的牌子喽。因为呢，在4局下半，寿天国小的陈浩恩呢，2出局之后打出了一支2分打点的全垒打。不过每年1次的。徐生明杯少棒赛真的在美浓地区是一件大事了。对而且时间到，大家都知道，球员要过来，对，选手要过来参加，店家这边的居民要踩街，差不多要参加活动了。真的，整个生理时钟都会自己调节好。打第1个球，2垒手后退，后退的速度非常快啊，把曾子佑这个打出去的飞球给接杀了，形成了1出局。中国小1出局，接着上场打击第2棒，球队背号8号中外野手钟允华。不过才2分而已啦哈。当然就一样，棒球场上的精神呢，徐总的精神是不要放弃。尤其少棒赛啊，3分差都是低比分所以看机会怎么样掌握了哈。又轮到前面的棒次了，第2棒的钟允华。那其实中平国小呢，在本届的比赛啊，这个预赛6-5 1分险胜北市福林国小。哇，福林是今年很强的。11-6击败了台东的丰田国小，10-0打败了高雄市的古岩国小。进入到了16强赛单败淘汰的比赛呢，他们又遇到福林，结果这一次是9-0完封了福林。北市福林国小8强赛5-0打败了高雄市的鼓山国小。
4强赛就12-1，今天提前4局结束击败了桃园市的仁善国小哦，闯进到了冠军赛。所以一个比赛其实这几天打下来场次蛮多的哈。对球员来说收获是蛮丰富的。对啊，不过真的球员哦。练习归辛苦啊，练球很辛苦啊，就是想要参加比赛，比赛才有那个乐趣哦。对，比赛才有乐趣。参加活动其实对小朋友都会记住很多这些活动，印象会非常深刻。是啊，可以跟职棒的球员聊聊天啊。对对对。林益全大哥，你是怎么打全垒打的？错。我们客家话说对就是错哦，冇唔错没有错哦，冇唔错。而且这个很多的哇，外角球挥棒落空，投出了3振。这场比赛胡德义投出的第2次的3振。因为很多的媒体记者朋友呢，当然之前跟徐总也是就是感情很好啦，认识很久了。他们这几天都一直待在美浓哦，当然。美浓的一些什么小吃，他们都是吃遍哦。对，这个我们说哦，你去分辨是不是真的这个美浓人哦。我们说美浓板条哦，但是真的美浓人会说那个那个不是那个我们会说是面趴板，面趴板就是像毛巾，面趴是毛巾的意思哦。面趴板，美浓板条啊，或者是一些客家菜啊，姜丝炒大炒，客家小炒，对，客家小炒。像那个我们说萝卜狗就是萝卜干哦，萝卜就是萝卜哈，萝卜啊。然后还有这个对，很多还有这个很多客家的菜都在美浓吃得到了哦。那不就是这个很多记者朋友他们来啊，他们看就是访问很多小朋友，就说你们的偶像是谁？就可能早个3年。多可能大家都会说什么王建民啊，就是旅外的啊，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啊林志胜啊，林志胜对啊高国辉啊，林益全啊，反而会觉得中华职棒整体台湾的棒球职棒的环境也不错的。对，哇，阿个 Q 有哇安大，而且中外野手稍微漏一下，跑上2垒喽。2出局之后，中平国小落后2分的中平国小第3棒的李树勋上到了垒包，上到了2垒，打出了安打，还有2分差距。现在中平的第4棒要上来，对，第4棒就是有可能1棒全垒打的，所以2出局之后，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攻击机会啊。王嘉义前2次打击有一支安打的出现。可是他就是在第3局那个长球，最后出局在1垒垒包啊。他自己也是一垒手，他自己也是一垒手啊，游击手哇，反手这个球挡了一下，哟，头部滑垒，哇，好拼哦，拼呐！整个头部滑垒，王嘉义头部滑垒，但是还是遭到了刺杀出局。5局的上半，中平国小有一支安打，但是没有得分，3-5，还是2分落后。比赛垒高5局下半啦，现在高雄市的寿天国小这场冠军赛
那是5-3哦，现在是5-3，领先2分。那当然呢，在每一次的比赛哦，很多的小朋友参与这种活动啊，之后都会觉得哇，这个依依不舍啦，哦，真的就交了很多的好朋友。高龟斗品游啊，然后也可以到美浓这边来走一走、玩一玩。那其实这个美浓哦，冬天的时候其实气候还是很温暖的。来到现场就知道啊。今天12月1号，看不出来是12月啊。好了，现在5局下半，秋田国小从第1棒的胡德义开始打起。今天投得好啊，有很多惊险的状况都守住了。对，徐总的这个少棒赛，其实奖品就是冠军啊，他的一个奖品也是很有意义，它是球具啊，球具，所以是最直接的帮助了。对，它不是发奖金哦，它是等值的哦。3万元等值的球具，对，棒球相关球具，包括棒球啊、手套啊，或者是棒球的一些器具啊，就是最直接的帮助了。对，亚军是2万，冠军是3万。季军呢是1万块钱，第4名是5000块钱。季军第3名是稍早季军赛打完了是龟山国小，第3名桃园的仁善国小是第4名。量好3环的满球数喽。也在办比赛过程，有些赛后的照片或影片都会集中起来。然后像打击的部分，可能就会请像林义全啊、高国辉啊，来跟这些小朋友分析说，你这个打击动作大概可以怎么样比较好。所以都有一些棒球教室。所以这对球员来说是最好的一个教导了。还有阿给呢，还有这一种的这个，对小朋友真的不是来比赛完就都没有了所以他们这个后续还可以收获很多。后斗龟斗啊，从外野方向的飞球被接杀。哇，那等一下呢，6局上半呢，桃园中平国小最后的进攻了这次打6局了。他们等一下6局上半将从第5棒开始打5、6、7棒，至少都可以上来打。但是现在2分差啊，真的。对两边来说，应该机会都有。哇！对外野手掌握这个球的落点非常的纯熟。我今天比赛过程到现在看到非常好的一点，不管领先或落后，守备方这边通常都可以处理这种比较难度高的球，而且守备起来稳定度相当高啊。对，刚刚出局的是孔浩宇，打击轮到第3棒的江时佑。寿天国小这边的总教练也有说了，他们其实这一队这个像参加徐生明杯，因为规定只能够投直球，所以他们觉得他们球员打直球很 OK 啊。但是如果可以投变化球的比赛就不一定了。3上3下5局下半，寿天国小并没有得分，不过目前5局打完，寿天还是5-3，2分领先。
第3届徐生明杯少棒赛冠军争霸战，现在来到6局上半了，也是桃园市中平国小的最后半局进攻机会了。因为目前是高雄市寿天国小取得了5比32分的领先。国小第1位上场打击第5棒。在徐生明杯少棒赛，现在进入到第3届的第1届的名次啊，分别是第1届的名次啊，冠军是高雄市鼓山国小，第2名是高雄市的美浓国小，第3名桃园市龟山国小，第4名台北市的东园国小。去年第2届呢，冠军是龟山国小，第2名是南投新街国小，第3名是桃园仁善国小，第4名是高雄美浓国小。所以呢，这场比赛，不管是中平国小还是寿天国小，拿到冠军都将是在这个比赛第1次对，夺冠，对，第1次夺冠。所以刚刚在这个半局在寿天国小这边是先围在投手丘围一圈喊完声之后才各自出去守备。先把这个士气聚集在一起。对，我担心现在是2分差距。中平国小是从第5棒的李奇轩开始打，前面2次打击有1支2垒安打。这些 Seni 呢，我们客家话说 Seni 呢就是小朋友了哈。Seni 呢，那不是小人，就是 Seni 呢，Seni。小朋友这个。但是对比赛胜利的渴望度有时候不是我们大人们可以那个理解的，有没有？真的就是很想要赢啊。对，所以有时候要帮助他们理解说，你的胜负可以看重在哪里比如说态度。那有时候比赛真正的胜负，有些对我们来说，对大人来说，胜负可能放在未来成棒或者是职棒这边来决胜负。那现在对小朋友来说，很多胜负是在他的态度或者是积极拼战斗对，就是你今天不管结果怎么样呢，你可以去回去想一想看，你这场比赛你有哪些还没有做好的。哇，右外野方向安打。因为有这个月是少棒了对，会有9传3刺杀的这种情况打得强会有机会对，就右外野手传1垒还来得及都会惨了，但这个球没有了，还是你打出去还是要努力拼还是要跑就夹一线还是要跑快一点不然你看，左球。还不一定落地就铁定安打对，所以打者其实也很清楚安打之后就是全力往前冲对。现在2分差，没人出局，1垒有跑者，轮到的是第6棒的胡振杰，前面2次打击都是安打。这时候如果会有战术，不太可能会有短打啦，有的话可能就是投点，因为现在是2分差所以这个打者也要上到垒包才有追平分跟超前分上来打击寿天国小还是先发投手胡德义在场上投球。现在中明国小在期待打者会有串联的公式出现那串联公式出现的话，有可能就是可以执行短打的战术。2坏球之后，2坏球没有好球，郑英俊，寿天国小的总教练就喊暂停了。这时候必要的因为现在是追平分上来打击而已所以对投手来说，如果你投太开其实对球队比较不利还是来跟打者对决会比较好来讲一下等一下就是来讲一下特别是这也是少棒才比较容易看到的是2坏球之后喊暂停你看职棒都是一个打席结束之后才会喊暂停，保送过后安打过后才会叫暂停但是少棒不一样，你真的就是要在那个时间点上赶快去叮咛小朋友，跟他指引一条路出来就不要来这样，已经2坏球没好球了如果出现保送那个就很惨就来不及了所以赶快喊暂停有时候少棒这样的暂停是有好处的好球先投进去了对，确实现在就是要来跟打者对决教练也马上指示外野手这边在守备方后退一点避免长打前面短程的话就给他没有关系了这个捕手詹天志挡得好
刚刚球评拉把潘中伟教练所说的就是避免现在打击的这个人会进站到得点圈呐。对对。哦。所以因为是领先2分嘛，现在一垒上那个人就也还好哦，因为他回来也不会追平，主要是不要让打击的这个人上到得点圈，不要有长打出现。中外野方向的高飞球被中外野手给接杀了，哇，1好3坏。对，投手球数落后，但还是处理起来了。我这个打席投的蛮辛苦的，可是最后还是可以拿到出局数哦。换代打，对，在施祥凯教练这边呢换了代打，胡俊伟背号7号的胡俊伟上来代打。这一次呢，徐成明杯少棒赛哦，4强里面呢，4强队伍里面就有3支是桃园的。对。那像是中平国小总教练呢，施祥凯过去也是职棒球员呢。对。哦。以前同队过了。还有桃园，像龟山国小第3名是龟山，第4名是桃园的仁善国小。施祥凯教练在桃园服务7年，那在中平国小这是他第4年了。所以他说，现在当基层的教练啊，都需要比球员更主动，就是更主动跟他聊说，现在有没有遇到什么状况？那你遇到什么状况，其实可以怎么处理比较好？就是尽量跟小朋友谈心，当朋友。现在教练很用心啊。哇！这一棒拔到左外野方向，球一路滚到了全垒打墙角下面。原本1垒的跑者林奇轩绕过3垒之后，接获指示了为鼓一垒喽，打者上到了3垒，代打建功啊！胡俊伟打了一支3垒安打，现在4比5，只剩下1分落后，而且重点是在于现在才一出局，对，3垒有跑者，胡俊伟上到了3垒的3垒安打，而且现在不需要靠安打就可以把追平分哦，一个高飞牺牲打就可以让他回来。这一球吊高球啊！哇，胡俊伟这一球真的打得太漂亮啊！外野这边刚看到球弹到这个护网的时候，花了一点时间处理啊。所以其实他也可以叫裁判来看，对不对？他也跑到那个有个布条后面的感觉，那这样连1垒的都不能够回来得分。对，如果卡在那边就是变2、3垒而已。对啊，规则的2垒安打就只有2、3垒。不过现在呢，我中平国小才仅仅一出局，来到得分大门口了。内防守圈有缩小，有缩小了哈。现在追平分在3垒啊。前面我们有说，就是不能让打击的代表追平分的上到得点圈。那他现在不仅是上得点圈，还在3垒的得点圈，更近啊。对啊，而且才一出局。打击区上的是第8棒的廖伯谦，今天有一支2垒安打哦。这个代打真的生来一棒啊！胡俊伟哇，而且那个球掉那么高，还被他卡那么远。我想说捕手站起来要掉高了，没想到一棒打更远。所以这个关键就是投手投到现在第6局，整个球速也比较慢一点。秋田国小的胡德义投手，他有2种姿势啦，就是有高压，对，还有侧投的姿势，接外球形成2好2坏。现在在询问投球数，用球数89球。下一颗就要强制退场，对，90球。90球是强制退场，没办法留在场上守备，连守备都不行哦。所以要直接换守备。所以场边工作人员真的蛮热心，还提醒他说，如果你要守备的话，就直接换啊。所以
胡德义去守游击，因为教练他还是第一棒的哦，教练还是希望他的打击哦，然后他的手背，因为单场比赛用球数也有规定，然后现在都蛮有规定的哦，就是单场90颗哦。单场球数，然后连续的出赛这些都有限制。但这个用意都是要保护球员啊。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比赛紧张的时候，教练可能没有办法仔细算现在几颗球。所以场边的工作人员也会适时的提醒。没有错，在竞赛规则上面已经有写到，然后一场比赛投球数超过75球的时候，这个75球。不满90就要受2场限制了，要休2场。对，当然这是冠军赛了，然后就是可以休息久一点，只是说最多单场就不能投超过90颗球。75球以内休1场。对，75球1场。好，那这边这个局势又不一样了，由这个先发的游击手江时佑来投球。2好2坏啊！这一球哟，掉在界外。哇，这个时候每一球的一个 play 哦，都会紧紧抓住大家的眼睛啊。哎呀，佢緊張哦，很緊張哦，緊張哦。就差那幾公分哦，都界內界外哦。哇！追平啦！追平了，打成了防线形成的安打。中平国小廖柏谦这一棒的安打将分数追平了，双方5比5战成平手。哇，第6局的上半了哦，眼看最后半局进攻机会了，但是他们把握住了哦，只花1个出局数就把分数追平，就打进2分。对。而且廖柏谦的打击真的很有特色啊！抬脚的时间比较早一点之外，脚也抬得很高哦。整个节奏，抬脚的节奏还可以打这么好。哦呦，偷点！哇，界内哦！哇，专业垒形成了一个爆传，现在要拼本垒吗？挡下来了，才1出局。哇，这个偷点第9棒真的是。这个小个头的陈志宇，哇，这个偷点还造成了对方的失误啊。对，今天有关键的2分打点安打，这个半局第6局紧张的时刻，还可以偷点成功哦。大家都紧张，都很紧张，就他自己我沉稳的就点下去，就趁乱了哦。出其不意啊！哎，真的是出其不意啊。所以也让3垒手在传球上出现瑕疵了，出现失误哦。对，而且这是2个垒包的失误哎，哇，一传到右外野去了，失误。现在才1出局，2、3垒有跑者。轮到第1棒的曾子佑。现在郑英俊总教练。现在趁着在有可能调换人员的同时哦，打击方这边也拟定策略哦。现在是2、3垒。对。那如果守备方是往前推的话，有可能是打穿出去才会跑。少棒呢，因为有这个所谓的投野投，就是投手当野手，可不可以再回来当投手，还是投野，就是这个一些规定呢？要满1局才可以做调换，没办法同个半局野手、投手再回野手。对，除非你要换投手，就是他就整个要退场。对。那这个当时又是游击手，然后也是第3棒，虽然是前面1个半局刚打完啦，但也有可能需要他的手背，或者是之后有打击的机会。对，有可能突破僵局制什么之类的，还需要用到他的棒子哦，所以也
教练也想换那个投手，想要换投手，但是他就必须要完全退场。嗯，这一球呢，哦，对啊，嘿嘿，哇，这个抓到第2个出局数了，3垒的没有回来。所以刚刚提到，在全部趋前的情况之下，球可能没有穿越内野啊，所以先站在那边观察。现在还是平手，哦，2出局喽。打击轮到的是第2棒的钟允华，钟允华今天就是打得比较闷一些哦，没有安打哦，而且吞了2黑，但是投手换人了。哇，漂亮！这个球压的在外角地带，后球哦，好球哦，很敢塞哦。虽然整个比赛场面非常紧张啊，可是我看得蛮开心的。是哦，因为开心的是他们在场上不管领先或落后，像这个半局，每个人在场上都非常投入。我光看他们脸上的表情，我都觉得蛮满足的。是哦，完全的投入。哟，解坏。哇，双方都拼了，这一球其实离界外线边蛮远的，很早他就扑了。对啊，真的很拼哦。3垒手寿天国小的陆明贤哦，他还想赶快把这个球给接住，这个半局结束。因为后攻的寿天国小还有6下可以打。对，所以平手的局面如果带到下半局，他们机会很高啊。是对寿天比较有利的。哦，牵制2垒上的跑者。我今天也看到蛮多这种牵制的演练啊。有时候是游击手进来，出去之后2垒手进来接啊；有时候是游击手直接进来，投手直接牵制。再可以调一下哦，偏一下哦，这家伙说骗一下哦，因为刚刚是2好1坏，现在2好2坏。这个吊球了哈。配球暗号由总教练休息室打给捕手这边，其实就是只能投直球嘛。那当然，对有控球的投手可以分这个内角、外角或者是吊高球，教练可以做一些配球上的一些调度啊。对，或者是快的跟慢的，速度跟角度，虽然都是直球。对，但你也可以握2缝线，2缝线就会可能会跑一点声卡的感觉。2缝线直球，这也是直球。哇！结果这一棒中外野方向的安打，1分。2个人2个人归来了。哇！中平国小钟允华前面3次打得很闷，还吞了2K，但是在这紧要关头这一棒建功啊，打回了2分，2出局之后打出单打，打回了打点最珍贵的喽。现在反而是以7比5。哇！桃园市中平国小7比5，2分领先高雄市寿天国小了。哇！钟允华真的顶住压力啊。其实前面2次3振应该对他来说有一些压力在啊。哇！可是这个时候这个超前分让他一次打回2分啊。对啊，因为前面他的队友们就前8、9棒除了他没有安打，其他人都有安打，他也吞2K。对。其他队友都完全没有吞3振，这个大家都会忘记，大家都记得这个超前的安打是他打回来的，打回来了。现在轮到第3棒的李树勋，2出局1垒还有跑者，当然寿天国小还有6局下半的机会了。1垒跑者先起跑了，这个球中外野方向的高飞球被中外野手给接杀出局。6局上半中平国小啊，最后半局的进攻机会啊。一口气攻下了4分，现在反倒以7比52分逆转领先的寿天国小。
哇，现在比赛呢，这场冠军赛进入到6局下半了，现在反倒是寿天国小落后中平2分了。对，本来6局上半呢是中平落后寿天2分哦，最后半局的，现在反而整个局势对调过来了。所以上个半局钟允华终于打出制胜超前逆转的安打。那现在呢？钟允华上投手球。安娜这么的有趣哦！前一个半局这个上去，他现在上来救援呢。对，对寿天来说，现在还是有机会啊。尤其现在上来的棒次也非常好，从第4棒开始。对，从第4棒的詹天志开始打起。今天他前2次打击有一支2垒安打1分打点。他虽然是2垒安打，但是跑3垒被回传球，就在3垒出局了。对，那一次。其实对寿天来说非常可惜，就是第3个出局数出现在3垒垒包是最可惜的啦。第1个跟第3个，当然第2个也很可惜啦，只是第1个跟第3个会特别可惜出现在3垒。不过这个时候就要这个同样的想法，人家对方可以落后2分，最后半局那攻4分，我们也可以。对啊，对对所以比赛就是这样啊，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结果啊。而且寿天不用攻4分，他们只要攻3分就赢了。对。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想办法积极的选球跟上垒啊。因为不要看这样，其实对方压力也很大哈。而且这个半局是换投手就是整局换对，没有让曾子佑这个教练没有想说那你前面还 OK， 要不要继续？对，没有呢，是直接换呢。曾子佑在第5局他是3上3下。对啊，投得非常好。施祥凯教练这边也觉得，那我们这个领先了就直接压也不要再说什么有状况再换什么的，对，或者是用球数到了才把它临时换下来。哇，寿天也不是泛泛之辈哦。哇，第4棒的詹天志敲出了安打。哇，没有人出局安打，整个机会就很高了。打得很强啊！对啊，寿天国小这边没有人出局攻上1垒，轮到的是第5棒的高志成。因为投手丘跟本垒板这边很近。对，这种投手的强袭球，其实投手要反应真的很难。寿天黑龟强也是很强的一队啊。这一次呢，其实第3届的徐生明杯少棒赛打进到4强的球队呢，都可以获得。其实去年也有了一个特殊的球衣如果有收看我们季军战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那个。其实我跟球评拉巴潘中伟身上穿的这一件球衣，它的特殊设计就是我们客家人传统的蓝衫就是蓝色的布的衣服蓝布衫的设计概念的棒球衣这个也是第1次看到对啊，相当。很多人都想抢着要。对啊，这个很特殊对啊，而且衣服上的图案就是刘志生教练设计的。那另外还有一个 T 恤也都非常好看1垒跑者跑了，哇呀，有，真的很大胆因为只落后2分对，要是那边出局的话，不就？现在出局数是最珍贵的。因为现在打击者是左打所以有可能也有一些可以让捕手不好传球的效果。哇，这个跑垒说实在真的蛮大胆的可是应该也是有观察到现在的打者是左打，才会比较大胆做这个战术。对，因为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右手传球的捕手了传往2垒。那盗垒成功的话，现在好处是打出来的内滚地球不会被双杀，可以避免双杀。投手正面挡了一下之后，捡起来传1垒，刺杀了打击的第5棒高志成，出局了，2垒跑者没有动。寿天国小
我现在对钟允华来说，2垒这个还不是追平分啊，所以还是会比较专注在跟打击的这边的对决就好了哈。对，现在是第6棒的黄佑伟，然后下一棒第7棒陈品翰，第8棒是陈浩恩，打出2分全垒打的陈浩恩。也就是说，如果能再有一个上垒者，才会轮到陈浩恩。哦，就陈浩恩一定会上来打，还要需要再有一个上垒者。如果再有一个上垒者，然后又轮到陈浩恩，他就是有再见全垒打的机会了。所以这个攻势啊，看怎么样延续哦，把它串联起来啊。中午得屯哦，屯就是我们客家话说断掉的意思哦，攻势不能中断。看那些小朋友，特别到这种冠军赛最后关头，他们很在乎、很在意啊，这难免的啦哈。对，就觉得说，唔怕唔怕，我们客家话说唔怕唔怕，就是不要紧，没关系。对哦，唔怕。所以很多场面啊，像没有打出安打，可是下来，教练或者是家长、队友都会鼓励他，就是下一次再来。这个小飞球是投手哦。钟允华直接把这个飞球接杀2出局了。哇，这个半局所有的球都朝投手这边过去啊！从那个安打也是中路穿过去的，很强穿过去的。然后一个是1传3，投手捡起来传1垒了。上个半局对这个小飞球打安打，现在这个半局救援又处理2颗球，2个出局数了。对，轮到的是第7棒的陈品翰，下一棒才是今天打出过全垒打，在4局下半呢，3比3平手打出超前2分炮的陈浩恩。所以陈品翰能不能够上垒？下一棒是打出全垒打的陈浩恩。画面上有看到看到了哈，8号的陈浩恩。陈浩恩今天2次打击都安打，对，还包括一支1垒安打，1支全垒打。所以他能不能够上来打？好球，良好球，没有坏球。哇，钟允华越投越顺啊，紧张了。1垒方向，1垒手接到3垒垒包刺杀出局，比赛结束。桃园市中平国小拿下了第3届徐生明全国少棒锦标赛的冠军。这场冠军战，桃园市中平国小是以7比5逆转击败了高雄市的寿天国小，拿下了第3届徐生明杯全国少棒锦标赛的冠军。哇，这场比赛其实呢相当的精彩了哈。前面哇，这个双方投手都蛮够力的哈，但是一直到了4局下半呢，陈浩恩的2分炮出来，然后一路呢，在寿天国小的先发投手胡德义都还蛮压得住，但没想到最后到了6局上半，中平国小眼看最后的进攻机会了，但是他们把握住机会，一举攻下了4分，演出逆转。对，这就是不放弃的精神，因为双方今天都是互有领先呐。那当然在钟允华这一边呢，今天前面虽然有2次3振，可是关键第6局啊，场上有2个跑者的情况之下，那一支安打价值连城啊，而且接着下个半局6局下，他是出来救援啊。那自己也处理非常重要2个出局数啊，而且最后也是让打者打成内野滚地球。哇，今天比赛来到后段，钟允华的表现相当抢眼啊，也帮球队守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胜利啊。而且现在中平国小的小朋友这围成一圈庆祝这一项的胜利，庆祝呢冠军到手。从2015年的11月28号打到今天12月1号的第3届徐生明杯少棒锦标赛，也要完全告一个段落了。相信呢，徐总的精神会永远呢在我们心目中，对，在我们心中留存。那他也希望能够把他对棒球的执着，他对于棒球的择善固执，他希望能够把客家文化、把美浓精神呢，散布出去，让更多的小朋友呢能够喜爱上棒球，这样这个一个精神会继续的流传下去那再一次呢跟大家提醒哦，
有喊哦，有空的话来美浓料哦，来美浓玩一玩。美浓有很多好玩的东西，那包括这个白玉萝卜，这个是可以直接就吃的、哦。还有这个藤香蜜、小番茄，还有很多这个腌萝卜哈、哦，都希望大家一起来。那我们在下一届第4届的徐生明少棒赛呢，要再跟大家再见了。我们相约在美浓相见。今天转播到这边要完全告个段落，非常谢谢哦。我们要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刚的蓝山，对，蓝山美浓的这个客家的这个花纹，蓝山这个设计的球衣真的很有特色。好了，再一次谢谢球评潘忠伟教练，谢谢展元，同时非常感谢刚虾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徐展元，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拜拜。